聖誕節好快就嚟到，呢晚一班年輕歌手就應邀去到沙田同大家一齊迎接佳節。Eric 孫耀威透露前年因為喺上海工作，搞到聖誕節只可以同劇組人員去茶餐廳度過。不過今年就唔同啦，因為佢將會做 wedding singer。今年聖誕節我是做那個 wedding singer， 因為我的表弟他在英國結婚，然後來香港擺喜酒，然後我就要負責上台唱歌，送給他就是禮物，結婚禮物就是我上台唱我的新歌《只要和你在一起》，因為這首歌在網上面寫說是現在結婚那個新郎哥最喜歡唱給那個老婆聽的，然後結束之後我就去，希望能夠趕得及去12點前去教堂過聖誕節這樣。最近經濟環境麻麻地，好多藝人都會選擇降低酬勞接 job。不過最近經常喺內地工作嘅 Amy 黃依文就竟然話，如果壓價壓得太犀利，佢寧願唔做啊。就是有時候我們在香港接了一些 showcase， 可能就會有一點壓價的那種吧。那所以我們也會 judge， 就是去調整一下到底是哪一種類型的 job， 然後才去看有沒有的商量吧。然後如果他們真的是壓價得太厲害的話，通常我們都不做了，因為我覺得也要過得到自己的那關嘛。做新人最緊要就係 keep 住有工作先至有曝光率。驕陽歌手周吉佩就話聖誕節要忙住宣傳，應該冇咩時間慶祝㗎啦。佢仲話已經為年尾舉行嘅頒獎典禮感到好緊張啦。曾經三心兩意，曾經我討厭你很不智，從前做錯了別介意。一到年尾就係頒獎典禮嘅時間，其實自己緊唔緊張？今年第一年好緊張，非常之緊張。我前幾日即係做訪問嗰陣時，我就覺得冇咁緊張，但係今日咧係比較緊張。即係我唔知可能因為日子越嚟越近啦，咁自己亦都即係嗰個心情啊沉重咗，咁啊啲獎項希望而家好希望想有啊。係咪會唔會因為身邊啲人同你講唔使緊張，反而係會越緊張咁？都係啊，因為問得多，反而我成日諗呢樣嘢，咁啊變咗我都而家呢排都幾緊張咯，忙住練好少少唱歌啦，希望即係有啲好嘅表現，咁大家對我有嘅好嘅感覺咯，係。之前裕美同埋陳柏宇就被傳秘密拍拖兼同居，呢晚佢哋亦都先後現身活動，仲對有關嘅報道作出回應。其實半年前也講過了，因為我們是住同一個大樓，然後當然會同一個大樓出入啦。都沒有派我們同居，我們是同一棟大廈，是不是啊？同一棟大廈不是同居。最近有傳阿 Ring 李彩華將會離開所屬嘅經理人公司，同阿 Ring 同公司嘅二鈴江月林就表示唔太清楚，所以唔方便回應。而佢呢日仲病到差啲講唔到嘢啊！因為可能是天氣變，然後就一直咳嗽，然後就那個喉嚨就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聲音了。等一下唱歌就盡力吧，對。